有耶稣与你同在，就万事 OK， 不要怕，即使是在困境的当中。我们要来读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，14章的22到27节。牧师来念前面22，然后单数节，请大家一起来念哦。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。事后，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，先渡过对岸，等他遣散群众。这时候船离岸已经很远，遇着逆风，在波浪中颠簸。门徒看见他在湖面上走，非常惊骇，说是鬼魂。他们都害怕地叫起来。耶稣立刻对他们说：“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最后再一起来。耶稣立刻对他们说：“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常常透过你的话在告诉我们不要怕，是在我们害怕的时候，你的平安要给我们。愿你的话语成为力量，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，看见你的话语里面的福音。谢谢主，开我们的心窍，我们心窍被开启了，才能够全然贯通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或者是在你现在，你有没有什么在害怕的哪一件事情？不用告诉我，你只记得这些门徒所遇到可能比你更大的这些的灾难，或者是这些的危机。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看这些圣经就是在提醒我们，会有风浪。耶稣也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但是他说了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我有平安。所以平安是世人不能够给我们的。在这边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，即使你现在是在害怕惊恐当中，是一个机会，是一个让你向下沉沦的机会，或者是让你重新站立的机会。过去2天去台北上了领袖高峰会，其中有一个在访问这个电影的导演跟制片，他说他在2017年1月20是他的事业最艰难的时刻，是最害怕担心的时刻，因为他就在几个小时他从一个明日之星变成为昨日黄花，就是他可以成为一个明日之星，很巅峰，在他的电影，但是没怕什么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部片子被称为烂片或者是不卖座，你知道他要投资，他要花费多少的经费在这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好多这一些的导演们他们可能因为一部片子成名，可能因为一部烂片那他的名声就毁了。所以这个翻转人生这部片真的是翻转他的人生，从明日之星变成为昨日黄花。所以我们看到卖票这个票房不佳，让他好像陷入到人生的风暴里面。就在半夜，他的太太领受了一个感动，这是5饼2鱼这一段的经文。就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的哪里？现在都没有圣经，所以你不知道在哪里。在这段经文的上面，
所以不管你是拿圣经或是手机，至少你有经文。五饼二鱼神迹的上面是什么？等一下我们会来看。好，所以在这个翻转人生的过程当中，让他的人生跌到谷底。但是因为半夜有这样的一个感动，看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所以他太太被叫起来，他还有好觉可睡吗？当然没有，所以就叫他起来，然后起来他就写了15页哦，他自己电影会失败的原因，就叫他起来，然后呢，上帝就提醒他，不要看这失败，你好好的仰望我。在网络的平台有一个从没有不认识他的人就回应了，他说：上帝要我告诉你去看五饼二鱼的经文。哇！他太太被提醒，然后网络平台就有一个人来回应说：你去看五饼二鱼的神这个经文。他顿悟了，他顿时就醒过来，原来上帝要呼召他，然后要使他能够经历到那个神迹奇事，就好像这五饼二鱼的神迹。事情交给上帝，你所要做的就是预备什么？就是预备什么？跟你旁边说五饼二鱼。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五饼二鱼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说牧师，我比那个还更多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没有错。过去要吃的五饼二鱼，可能是他们生活当中很普遍的，或者是有人是缺乏的，因为他们去听耶稣讲道，很少人有带，或者是怎样都不拿出来，只有那个小孩子或是少年人，他愿意拿出来。本来是要被解散，去自己各自去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在缺乏当中，神的供应，透过神选之人这一片的影片，让他翻身，真的又翻转人生。所以透过一些我们常看到网络上有一些集资，有没有？创业啦什么的集资，你看到这个吸尘器还有扫地还不错嘞，你可能就2000块3000块就按下去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这样吸引了他，看到他影片片段，就吸引了19000人来投资。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让他要拍摄这部片，集资了1000万美元以上。后来也因为这一片子，让他重新建立起来，站立起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可能就好像彼得在落海的过程当中，耶稣伸手把他又拉起来。你可能现在是在跌落的这个深渊里面，或者是海中吗？或是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帮助你。就这一群跟随耶稣的，之前才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，现在主没有在他们的船上，主到哪里去了？我觉得耶稣很有意思了，让他们不断的透过每一件事件的经历，每一个场景的经历，可能神允许现在你发生，就好像我们牧者现在面对的，就好像你可能在职场工作，你在你的健康，你在你的事业当中，你所经历的，可能神允许这件事情，就是为了要让你去经历大起或是大落，就看你你可以选择。所以在门徒惊叫，在黑暗的环境过程当中，他们不知所措。甚至有一个人从海中走来，如果用我们平常的观念思想，一定是什么？什么？模型对不对？因为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，这个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他们惊叫的过程当中，听到主的声音是我，不要害怕。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话？然后是我，不要害怕，或是叫你安心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。
当你遇到病痛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医治的经文，那些的应许，你的心就得安慰，得盼望？或者说你看一看，然后心里又开始担忧。耶稣站在海面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害怕。”怎么不害怕？更害怕，对不对？更害怕魔神那鬼怪嘛，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。但是今天神要透过这些话语，就是在提醒我们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。阿们吗？所以你要认识救苦救难的，不是妈祖，是耶稣啊。以前我们拜拜的有没有救苦救难？海上慈航是什么？妈祖嘛。但是他是一个人啊，他的后代都信主，甚至做牧师啊。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祖先，我的祖嘛，是人，可能懂得一些的医术而已。我曾讲过，那个后代的牧师是师母的姑丈，他曾经写有关他们家族的见证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从你所认识的耶稣，你了解他吗？了解还不够，你相信他吗？你信靠他吗？你信靠他，他的话语说：“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，才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。”如果你只想，你只知道，但是没有行动，没有相信，没有接受，那个怕还是在你的心中。所以我们看到认识是知识性，但是有主同在是表示你经历性的，是要帮助我们从那个意念上转到你的生活上，你的体验上。你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吗？现在吗？我们可以体验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要烦恼，你知道我现在烦恼什么吗？太帅了，这个我不烦恼。你知道我烦恼什么吗？牧师，你知道现在烦恼什么？你当然不知道。对，搬家要不要烦恼？输很多啊！我赢很多，因为说输很多，我要抉择，现在要丢，你知道吗？衣服断舍，所以那很困难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神给我有智慧，因为我一回家看到3楼办公室还有8楼的那些书，我就待在那边。但是我觉得神总有他的办法，阿们吗？7年前我怎么搬到这边的，对不对？神总是有办法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他们面对的环境是怎样。你所处的环境现在是很险恶吗？很黑暗吗？我们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希律就对他发誓说：无论你要求什么，我都愿意给你。女儿受母亲的指使，要求说：请立刻把施洗者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王感到非常为难，可是他已经在宾客面前发了誓，只好命令照他所求的给他。于是希律差人到监狱去，斩了约翰的头，放在盘子里，给了希罗底的女儿，女儿把他交给母亲。哇！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？施洗约翰跟耶稣什么关系？啊，表兄弟哦，你们都有看圣经，很棒哦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表兄弟即将怎样？不是即将，已经被杀了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一个女人，所以我们说最毒哦。什么？都不敢讲，你们真的很有智慧哦。跟你说，跟你的旁边说，不是讲你的，最毒妇人心不是讲你的哦。
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，那个黑暗的背景，耶稣可能也会被牵连了，是因为一个母亲教她的女儿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一个施洗者当时候被涌出，然后呢，到他那边，然后接受洗礼哦。这是因为希律娶他的兄嫂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关系，让一个生命被什么结束。所以他面对的是什么？然后群众或者是这些门徒面对的是什么？一起来念来，刚才有念过。群众散了以后，他独自上山祷告，到晚上还留在那里。这时候船离岸已经很远，遇着逆风，在波浪中颠簸。你有去过以色列哦？我们的英明兄啊，以前是带团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带以色列带圣地的旅游，跟我去过就坐过那个船嘛，对不对？在加利利海，加利利海是低于海平面还是高于海平面？啊？低于海平面，400多少？哦，10海。OK， 它的那个山哦，谢谢哦，所以我说要让这个专家在这边哦，但是它的风势就是从旁边山势会有什么？临时有那个暴风啊，就是波涛风啊，就会影响。哦，突然很平静，会造成突然的风浪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旁边岸上，他们在那边独自面对这逆风。这一群人他们是谁？他们是渔夫啊，所以经常他们要面对他们人生的风浪。这一次很大，又没有主与他们同在。他们刚刚经历到5饼2鱼的神迹，喂饱5000人，甚至我们想法可能是1万人或是15000人。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那个山势所带来的影响，随时就会让我们生命当中起一个风暴。所以那个时候是几点呢？那个时候是大概晚上的3点到6点哦，就在那半夜没有灯光，在暗夜当中，还有遇到这么极大的风浪，他们就怎样？他们就恐慌不安，没担心哦，还遇到海浪上有一个人出现。这时候在我们的理智当中，你知道不是鬼怪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很难去责备他们。如果是我们也会想说：是啊，鬼怪啊，怎么有一个正常的人可以行在水面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会去怪这一些的门徒。如果是你我们可能也会想说什么鬼怪、鬼魂、妖神啊、魔神啊、妖魔鬼怪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那个暗黑的当中，可能也在象征你接到了。最近有没有谁去检查报告？去检查身体健康啊？有没有？可能是那一张的报告出现好多的红字，可是告诉你哪里长了一颗什么，可能是你的工作压力，可能是你的婚姻出了问题，可能是你的经济面临很重大的挑战，就在那个环境，就在那个暗黑当中。在古代，在圣经的世界里面，相信那一个什么水啊，是代表黑暗权势所在的地方。虽然讲人生啊，什么海，苦海啊，就是让那些的黑暗的权势聚集在那边。现在我们看到有他们面对了这一些的风浪风暴。在灵性上是预表着我们可能面对了很重大一个挑战，
耶稣行走在海上的故事，就是在提醒，可能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也有面对这些信仰的挑战，就好像彼得一样，他尝试在海面上行走。我们今天没有看那一段经文，这就在后面几节。牧师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，就在他们所处的环境。所以我们在听讲到第一个就是说，当时候他们在圣经中所处的困境，来想到你我现在你所讲面对的困境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让上帝的话来帮助你哦？第二个，人被有限所蒙蔽了。难怪他们会说是鬼怪，因为超过他们理性所认知的。耶稣没有骑水上摩托车，那时候没有这个，也没有说拉着船然后在那边滑行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想，站在那边，可以在那个水上这样，甚至漂浮，你可以理解啊，你不会觉得大惊小怪。但是在那个场景，没有现代我们这些的科技，没有那个滑板，没有冲浪板，没有，所以我们看到被我们的感官所蒙蔽了，被我们的有限所蒙蔽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觉得我们知识很饱足，但是有一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，这个去蒙蔽他们，所以他们才说是鬼魂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害怕会使人失落信心啊，信心失落。我觉得要称赞彼得啊，第一次就很棒啊，你知道第一次他在冲浪的时候就很棒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，他第一次就驾轻就熟，朝着耶稣面前走来，对。但是呢，他的眼目看到什么？他的眼目看到什么？看到风浪。所以一看到风浪，当他把他的焦点从耶稣的身上转到风浪的时候，害怕就来，失落了，就跌下去了。这时候你不要祷告的太长，好吗？主啊，你是良善的主，你是全能的主，你是拯救我的主，来不及了，我告诉你。他讲了什么话？主啊，救我！学会了吗？以后遇到很紧急的，你说主啊救我，你不要在那边歌功颂德。主啊，你是良善的，你是无所不能的。我告诉你，当耶稣说你怎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懂得主啊救我吗？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就描述了，但是要看实际，好吗？如果你在平常，你在你的暗房，你在你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多想，阿们，感谢主。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很关键的时候，你就说主啊救我。他一看到风势，一看到风浪，一看到你自己的问题，你看到你自己的问题，可能你就失落了。原本昨天还很有信心，对，哇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！但是又因为人的一句话，因为一个图像，可能就让你怎么样，又失落了。我们一起来念来。但是他一看到风势猛烈，心里害怕，开始往下沉，就喊叫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所以他还是很聪明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，关键的时刻啊，祷告不用长，主啊救我，还不要也不用说靠耶稣的名，阿们，来不及了。主啊救我！有一些自式的祷告的方式只是让我们在时间上 OK， 但是如果在关键的时候，你就记住主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所认定的主，你所认识的主，就好像我们看到主在他船上的时候，那个平定风和浪，然后他们真正认识他，上帝的儿子，然后再拜他。我们一起来念来。害怕可能是一个挑战，但也可以是一个机会，更深入地认识主，并建立更坚定的信仰。所以害怕在
有信心之人的当中，我们看见是主的同在，不是看见这个危机。我们在操练，在过程当中，一直看见到神的同在，看到的是一个机会。很多牧者告诉我说：“你吃荷担油啊，听得懂吗？你吃有胆量的药啊。”未来的路我们知道，但是我知道都在神的手中。也是因为这样的机会，让我重新再检视我过去我牧养的过程当中，重新燃起我对神的信靠。对啊，主，你不是说你是我的牧者，我不是缺乏吗？你不是说领我到青草地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溪水旁吗？神的话就安慰我，神的话就祝福我，坚固我，是一个机会。所以你在危机，你在人生的风浪当中，如果你看到只是那个危机，你很快就会丧失信心。如果你看到是这位主是你的牧者，你就不致怎样？跟你的旁边说，你不致缺乏，是有主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掌管环境、掌管万有的、掌管黑暗的，即使是黑暗，都是他在管理。阿们吗？这些风浪都是他所造的。你知道，风浪可以让你乘上圣灵的浪潮，也可以让你跌落。你乘上去，就好像耶稣他站在那个水上，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？天快亮的时候，3点到6点，也是像这个达拉斯这个导演，他在半夜在4点的时候，圣灵就提醒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就提醒他起来，写了15页的失败电影为什么失败的原因，然后在网络的回应，让他后来看见19000人的投资，看到1000万美元的支持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什么吗？神的话在提醒我们，他是掌管这个环境、风浪、这个风暴都在他的手中，坐在他的脚下。所以你看到这一图是看到什么吗？水，刚才牧师讲说代表了邪恶的势力所在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耶稣踏在哪里？难怪他可以给你有权柄，要怎样？禁止的天上禁止，捆绑的天上捆绑。所以他是踏在水上，表示他践踏在这一些的黑暗权势的上面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也将这个权柄交给你，交给我，交给教会了。你是恐惧他，还是可以胜过他？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，是因为主已经将这样的能力、力量交给你了。你要相信主有这个全能，你不要只停留在知道。你要相信他，你自然就会经历到他的供应，明白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但是他一看到风势猛烈，心里害怕，开始往下沉，就喊叫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的信心太小了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信心是让你经历神迹的关键。适当的时候，牧师会跟你们分享这些的见证，好多的见证。你看见是神的同在，主的同在，或者是看到那个风浪风暴，信心是让你经历的，每一天都有神迹，都有供应，都有应许。阿们吗？弟兄姐妹，很真实的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我相信你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。就好像这个达拉斯这个制片这个导演，
就在他伸手拉住神、拉住主的时候，神让他东山再起，成为明日之星，不会让他变成昨日黄花。今天我们看到彼得，他也是在他生命当中那恐惧，他抓鱼，他做渔夫那么久，他都是站在船上。他没有站在海中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经验，但是他很大胆，他就是有这样的尝试的机会，勇敢的去面对这些挑战。主啊，若是你，就让我走到你那边。如果是你，牧轩，你敢吗？没有滑板哦，没有冲浪板，没有浮板。我们不敢啊，但是我觉得神主要使用彼得有他的道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勇敢，但是有时候他是莽撞，对不对？神就是要操练他，调教他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从鬼魂到他知道是主，所以他就放胆了。在整个海上的经历，这些学生可能很羡慕，可能他也说。你真正广大，就好像这些牧者说：“你真正遐好大。”如果你有胆量，你就可以经历到神迹奇事，阿们吗？你就可以经历了，在你面对你人生的风暴，你勇敢去面对，就可以面对神要给你的胜过这些风浪。彼得不是踩在这些风浪的上面吗？是吧？当他眼目焦点看见神的时候，他就会可以一直走在这个海浪上。就是他一不小心移开他的焦点，就失落了。还好，他会想：主啊，救我！主伸手，他马上赶快抓住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抓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你相信吗？这位救苦救难的耶稣能够帮助你吗？你愿意吗？你信靠他，你愿意接受他，你邀请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慈爱的恩手，来引导你前面的道路吗？他看见你的需要，他看见你现在心里的境况，他知道你现在担心你的病痛，他知道你现在在担心什么，知道你的经济、你的生活。他说：“我是供应给你足够有余的，我是你的牧者，你的好处不在我以外。”我们一起站立好吗？一起站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。当你在唱的时候，真的要相信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了。阿们吗？阿们。心事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世家。心事完全交托，神之主已掌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风浪或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心在主的指引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心事未曾看见，虽然你没有看过，你可以相信。心事完全交托，神之主已掌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或风浪或低谷，主平安在
事都能做，或风浪或低谷，主平安在我心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行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，行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再一次来宣告说，行在主的旨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拍掌将荣耀归给凡事都能做的主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凡事都能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，那是困难，那是绝望。但是当我们仰望你，甚至对你来发出求救，说主啊救我，那是一个机会，那是一个胜过挑战的机会，那是一个践踏困难，能够行走在神你应许上面的机会。主，你叫我们认识你，是你，是因为有你同在，是因为你上了船，风浪就平静了，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所以那个平静、那个平安、稳妥就会赐给我们。谢谢耶稣，每一次的事件都是让我们操练、经历到你丰盛恩典的过程，是一个机会。谢谢耶稣，是操练我们更仰望你，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的机会。谢谢耶稣，今天你透过这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的话语，可能透过这个导演，透过彼得，透过门徒，他们所经历的，在提醒我们，在坚固我们，在翻转我们的生命，好叫我们看见你所看的，想你所想的，爱你所爱的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相信在主凡事都能。愿主耶稣基督凡事都能的能力充满在你们的生命当中。愿天父永不改变的慈爱伸出他慈爱的手来拉住你。主圣灵，愿你感动我们，知道是主，知道能够喊出主啊救我，知道主你在船上，我们就平安稳妥，知道我们该如何敬拜你，你是上帝的儿子。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